阿公，好久不见！阿公，真久无影！阿公，真久无影！来，一人一颗，刚采下来的，很甜哦。来，日晒日粒，长落的真甜哦。来，日晒日粒，长落的真甜哦。真的是家中种橘子，一定会大发利市。真见迄加入前头感，阮票用落淡。真见迄加入前头感，阮票用落淡。谢谢，请坐。好久没吃到阿公家的橘子了，最近很忙吧？罗兰，抢错，真久无食到阿公种的柑子，日参真无限哦。罗兰，抢错，真久无食到阿公种的柑子，日参真无限哦。是啊，谢谢您金口。是啊，落来很好金眼。是啊，落来很好金眼。有我儿子媳妇回来帮忙，就爱休上，先配电来调做。就爱休上，先配电来调做。人手多也就轻松一点。人手多嘛就较轻松一点。人手多嘛就较轻松一点。难怪阿公满脸笑容。难怪阿公饭头细面。难怪阿公饭头细面。我想将地卖给儿子。爱上到家体，未当爱好上。爱上到家体，未当爱好上。负责地政业务的小姐告诉我，负责地政业务的小姐同我讲，负责地政业务的小姐同我讲，要先过来办理印鉴证明。我先过来骗你，人感见面。我先过来骗你，人感见面。好，请先给我身份证跟印章。好，抢先登爱身份证和认主。好，抢先登爱身份证和认主。阿公想申请几份？要限定申请的用途吗？阿公想要申请结婚，就先填申请的用途吗？阿公想要申请结婚，就先填申请的用途吗？我要2份，用途哦，不用限定啦。爱爱2份，用途哦，唔是限定啦。爱爱2份，用途哦，唔是限定啦。好的，那就是要申请2份不限定用途的印鉴证明。好，按此迄套申请2份无限定用途的人感证明。好，按此迄套申請2份無限定用途的人感證明。这样规费是20元。按规费係20塊。按规费係20塊。阿公，请您看一下，这边印鉴申请人是您。阿公，請衡量一下，掠人感申請人係誰？阿公，請衡量一下，掠人感申請人係誰？印鉴证明使用目的是不限定用途，2份。人感證明使用目的係無限定用途，2份。人感證明使用目的係無限定用途，2份。如果没有其他问题，请在这里签个名。假使無批签的問題，請得倆簽名。假使無批签的問題，請得倆簽名。这样就可以了，印章还给您。安是無用啊，認主萬幸。安是無用啊，認主萬幸。謝謝。羅拉，羅拉，不客氣。唔是生意，唔是生意。